各位香港嘅 YouTube 網友，大家好！如果大家都好想好似我咁喺香港用到 OpenAI 嘅 ChatGPT、Google Gemini、Google Notebook LM 呢啲應用程式，但係 Google Play 無法下載。我最近發現咗一個應用程式，叫做 APK Purr。個 Purr 係點樣串嘅呢？係 PURE。大家只需要喺搜尋器上面搜尋 APK Purr，然之後大家就會見到一個綠色 A 字嘅 icon， 嗰個就係㗎啦。大家就可以撳入去喺個搜尋器上面輸入 OpenAI 嘅 ChatGPT、Google Gemini、Google Notebook LM 呢啲應用程式。咁大家就可以下載到㗎啦。不過大家嘅 YouTube 網友要記住，喺香港使用呢啲應用程式嘅時候，需要用到 VPN。如果大家覺得我講得好嘅話，就不妨麻煩大家訂閱一下我嘅頻道，支持一下我。多謝大家。